好啦，咁啊喺我執嘢之際呢，咁我就突然之間又發現而家呢個電量呢，去到81，因為頭先我走嘅時候呢，係79啊嘛，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啊嚇？咁79，咁但係喺我沿路嗰半小時嘅車程翻嚟咧，keep 住今日其實都係陽光普照。翻到嚟屋企又多咗2% 電嘅，咁即係話其實你唔理佢咧，你擺喺室外，基本上啲電係真係源源不絕嘅。咁所以太陽能咧，如果玩 off grid 嚟計，就真係效益好高咯。係咁，我覺得即係如果即係有啲玩4驅車嘅朋友咧，即係不妨可以 DIY， 即係我第2條片介紹嗰個 off grid set up 咧，其實你哋可以參考嘅。咁其實唔難嘅，係要少少時間咯，同埋成本都 OK， 我覺得。咁亦都不妨可以玩下，亦都係一個唔錯嘅體驗嚟。